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12月26，诗篇94篇1节到20安尼讲：上主，你是深远的上帝，深远的上帝啊！求你发出光，审判世界的主啊！求你起来，互骄傲的人受应该受的报应。三角来祈祷，为愿深远的天父，愿感谢你，主啊！你是圣洁甲公义的真活上帝，主啊！你伫天顶设立你的宝座，你的国权管辖万行有，主啊！独独你座位到永远，你已经为审判安置你的宝座。你要照公义审判世界，照公正判断正百姓。主啊！你要照公义审判你的百姓，照公平判断你遐困苦的人。主啊！求你救阮脱离歹人的手。主啊！因为你是深远的上帝，深远的上帝啊！求你发出光，审判世界的主啊！求你起来，互骄傲的人受应该受的报应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阿们。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